消耗你嘅5種木馬程序。上一條視頻我哋講到，人生卡住係因為後台窗口開太多。咁樣呢啲窗口到底叫乜嘢？好多人講係性格唔好、命唔好，呢啲講法只會令你自責，無法衍生動力解決。喺 UF5 行生命系統嘅觀察裏面，真正消耗你嘅係5種情感木馬程序。佢唔係算命，而係一套可以被識別、被關閉嘅5種情感操作系統。第一種，越努力越緊繃，對自己要求極高，對別人亦好挑剔，總係覺得點解我還是唔夠好，呢種叫做金失衡。第二種，長期不安冇安全感，總係驚失去，驚被忽略，喺關係裏面一係過度防備，一係過度依賴，呢種叫做水失衡。第三種，橫衝直撞卻揾唔到方向，每日都好忙好拼，但係越努力越迷茫，根本唔知道人生靶心喺邊度，呢種叫做木失衡。第四種，諗好多卻遲遲未能行動，腦裏面有一堆計劃，真嘅到咗要做嘅時候就開始拖延內耗，呢種叫做火失衡。第五種，死撐放唔低，明明已經好攰咗噶啦，都仲係唔減停，總係將別人嘅問題孭喺自己嘅身上，呢種叫做土失衡。當呢套系統失衡嘅時候，你就會發現換咗工作依然卡喺同樣嘅糾紛裏面，換咗伴侶依然重複相似嘅情感輪迴，因為後台代碼冇變，人生劇本就會繼續循環。想知道點樣刪呢啲窗口嘛？下一條視頻我俾你一個顛覆認知嘅答案。